珠海嘅第四代住宅都頂唔住啦，之前300萬，而家170萬就可以攞低華柏呢套正裝修嘅第四代住宅。客廳開間你可以見到都有4米闊，然之後陽台你睇有8個平方米，並且係錯層嘅設計。呢個陽台專門就係做無人機配送外賣到屋企嘅。你睇全新嘅外立面，小區仲有6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。仲有會客室，陽台入嚟咧就翻我哋呢一套，只不過係88平方，可以做到咁大嘅空間，3間房一家人嚟講夠用，廚房電器贈送俾你嘅，88平方都做到獨門獨戶。你睇入門口仲有6個平方米嘅位置送俾業主嘅不入房產證，全屋標配智能家居，可以通過手機操作屋企所有嘅電器，並且可以查看公區位置嘅所有監控，小朋友放心俾佢落小區玩啦，冇問題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書房位置，小區5分鐘就可以到達珠海主城區，配套山姆啊、華柏雙刀，小區自設有文員書包。